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哦，这个实价登录2.0，包含爱公开到这个门牌号码啦吼。另外，咱嘛讲到红单买厝嘛，要纳入去这个实价登录2.0。咱嘛看到讲旧年啦吼，真正这个大个正义，咱看到一撮这个光线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立法院三读这个过啦吼，以后一寡这个大问题犹原还未解决。咱嘛看到讲这个囤房税等等吼，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内政部这个处长吼，这物件拢还未完全解决。即阵先安怎？先来放火啊吼，先来引战啊吼。咱看到讲吼，长期关心着这个大正义，现在利用立委吼区肯定，因为这边讲内政部上线这个房价负担能力指标，咱讲6都拢总超过合理的这个负担的这个范围啦吼。所以咱看吼，这个面册头顶，这个委员吼是抱着这个吼，伊讲花处长这真正是介严重这个物件吼，但是咱来看讲花敬群处长伊到底是安怎来回应吼？伊回啥？伊回这个时代加抓实在有够垃圾的垃圾啦吼，所以咱讲这嘛是10元的这个风波，但是咧，伊的面册先来赶紧回实咧，咱来看讲伊回什么？伊讲针对着伫咧这个面册头顶有一寡这个情绪性的这个讲法吼，有无妥当吼，用加抓来讲别人吼嘛，真正是表达伊的这个歉意啦吼。另外，但是伊嘛讲，伊讲背回啥？伊讲吼，这大甲房产政策拢是真敏感、甲复杂的这个议题吼，自导甲这个正吼，拢是吼真正爱豆豆来吼，是人性也是民意吼，伊安尼来去背回。但是咱嘛讲吼，这个部分咱嘛真正爱来好好来讨论，因为这个大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是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袂当安尼用情绪性的这个发言吼来去做一寡这个对话公用讨论，就失去掉这个意义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来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是来这个立委区肯定。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基大正义改革联盟发起人苏伟。大家好。第三咱邀请不动产公司总经理叶国华。主持人好，大家好。然后其实咱嘛是要邀请到这事主吼花敬群处长来到咱节目现场，但是伊讲吼伊公司较繁忙吼，无法度来参加吼。但是咱先来请教，去互美加抓这个委员啦吼，心内应该是无遐尔好过啦吼。我是看到这个时，我小可有惊一跳啦吼，因为过去伫时代力量正创党的时阵吼，2015年我嘛参选立委的时阵吼，我伫新竹参选立委的时阵。阮有邀请花敬群教授，当时伊是教授嘛。其实迄当时伊就伫即个处界啦，是讲居住正义即个议题，伊其实有提出伊足侪见解。嘛是一个专家，嘛是一个教授，所以迄当阵时代力量都邀请伊来甲咱上课，我就坐伫遐听。所以包括实价登录2.0，包括囤房税，包括足侪居住正义的政策，其实伊拢有真侪见解啦，所以即马就是讲，我看到伊安尼讲的时候，我会感觉真艰苦啦，因为其实我甲伊是有熟悉那即马就是讲，我迄个图其实即嘛是内政部即个公布的嘛，就是讲针对啦你即个房贷负担率的问题。那房贷负担率就是讲，你这6都内底，这个图是内政部统计嘛，你看台北已经61%啦，那你啊新北市48%，你啊桃园市加这个台南市、高雄市，这重点就是讲，这届这3个都市拢第一届超过3成，你若是讲你这个房贷负担率超过3成的话，其实伊这个负担就真重嘛，这房贷负担率就是讲。是讲你这个翁仔某一口罩内底，翁仔某双薪家庭嘛赚10万来讲，可比讲你台北市的话，你的房贷可能要6万，是，你若是这个台南市要3万，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有严重无？当然真严重啊！你若是讲，可比讲你有房贷不管你要纳3万、4万、5万，甚至于讲你又有2个囡仔的话，你的过生活足艰苦嘛。你房贷你若是排遮重的话，有啥物效果？效果就是讲，我是爸爸嘛，无法度好破病，无法度好失业，甚至讲你的人生袂当有啥物变卦。你若有啥物变卦的话，你房贷纳袂出来要安怎？是，即马平均啦，其实我只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其实你也看即马即个台湾，你若是房贷的话，足济拢是应该纳到差不多270期以上。有诶，甚至讲你若是台中市的话，平均是288期。
这个270期吼，本地咱讲这个爱行20档吼以上啊吼，超过咱讲240个月啦吼，270个月就加几啊档去啊，2档23档去啊。所以其实讲这房价的问题是真严重吼，压着这年轻世代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咱看到种委员吼，其实真关心这地啦吼，但是得到安尼吼去用卖家纸这个部分，真正是嘛去较怨气淡薄吼。但是咱嘛看讲这个花敬群吼处长，伊讲吼伫这个面册有回息的，伫这个媒体头前嘛回息的，先做来听。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初五暗时伫面册顶悬讲极大正义的政策，针对内政部的厝价负担能力指标显示，6都明明都已经超过合理的负担范围。不过内政部处长花敬群却对媒体回应讲，本日应该无啥严重。区显智表示，时价定了2.0的法案三读无到1礼拜，花敬群佫开始慢批，希望伊会当找出过去的主张。结果过无偌久，花敬群的个人口座就伫咧文章下骹留话批评讲，时代家纸实在有够垃圾。短短9个字，互网友拢甲倒翕落来，引起争议。区显智嘛随回应讲，都为垃圾。时代力量党团甲时代力量主席陈椒华拢要求花敬群对伊不当言论来回息的。后来花敬群就甲留话踢掉，而且改回做真理自在人心。嘛伫咧家己的人面册发文回息的，表示用家纸来骂别人，确实无妥当。伊嘛感觉真失礼。想对于昨天晚上在邱显智委员的脸书上面情绪性不礼貌的发言，我再次表示我的歉意。身为一个政府官员，在推动重要的政策，难免遇到一些批评。面对这些批评，即使有所委屈，我们也都应该用更理性、更完整的说明，来避免社会无谓的纷争。我想我再次向邱委员还有时代力量朋友再次表达我的歉意。不离个这唯独处长的嘴里讲出来，也是引起争议。区显智背后嘛，搁一概铺文讲，面对花敬群的言论，伊是感觉真感慨，唔是生气。希望公共政策的辩论会当回归理性的讨论。那他来留言之后，我也是跟他讲说，应该是要去合理的去讨论，有一个公共政策合理讨论的空间呐，不应该是说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我基本上我的评论，如果说他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认为有错误的话，基本上我是非常欢迎，不管是时间地点，都欢迎他来跟我对谈嘛。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官员吼，竟然安尼去骂这个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是较无适合啦吼。所以我们看到讲吼，引发到真侪，无论这个在野党也好，还是讲其他这党派，拢总有一寡这个发言吼。咱先看到讲中国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安尼讲吼，用时代家纸来批评这个国会议员，真正无遐尔适当啦吼，嘛无尊重。伫咧民进党执政之下，敢若过去这个教授吼，做到这个部会首长了后，拢会改变到伊过去的这个言论甲论调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另外在野党台湾民众党立委蔡碧如伊先讲哦，这个过去这大的这政策已经甲伊做教授的时阵完全无共款吼，所以咱看伊这批评拢共款。做教授的时阵，伊当阵是华教授，即阵做华处长啊吼，真正想法无共款吼。社会体这个政策伫咧国会吼，公然讲白贼吼，骂时代力量这个立委是家纸完全无适应，应该爱来落台啊吼。咱看到时代力量吼，其实自这个党主席甲这个吼其他这个立委拢有一寡这个发言吼。SWAY 嘛伫咱的现场啦，所以咱继续来请教这个 SWAY 这个部分吼，骂家纸对着咱长期关注这个大的这个正义这委员真正无公允啊吼 ，SWAY。其实伊即马嘛无咧道歉嘛。邱委员伊是安尼，你咧家纸啊？我咧道歉嘛，我道歉嘛。要不过你看伊内底写的道歉，伊无咧道歉嘛。伊讲，是伊讲唔对呢。OK。是你断章取义呢。我还感觉讲吼，即马超过30%都是很正常的呀。而且你看台北市60几%，拢要死去啊。新北关嘛40-50%嘛。这两个市也是目前是北部最多的人啦。然后嘛是房价最高的地方啦。要唔讲呢，这两个都是，一个是柯文哲嘛，咪是民进党的嘛，一个是国民党的嘛，拢咪是民进党的嘛。所以那讲今天民进党要承认说他管的都市没有问题，别人管的都市不是他的国民，安尼真有问题哦。我感觉就是安尼啊，伊感觉讲无问题啊。你看6都大部分只有3都都只有3成而已，没事啊。另外3成呢？
台北60外哦，哎呀，是，那不是全部都超过30%了吗？所以是很严重。可是伊干嘛讲无啦，高房价无问题啦，大家吼高房价跟高薪资哦共同成长，哎，就好嘛，大家雨露均沾。伊行为是房价上涨呢，伊无你房价下跌呢。蔡英文总统你有看到不？你的次长是干嘛讲房价爱起呢？大家起，你到底是有什么未来？没有未来嘛。可是这个次长干嘛讲房价就是要涨啊？你每次打房啊，打房会经济损坏啊。问题是经济哪来的损坏过？对啊，所以咱这市长没有道歉哦，无你道歉哦，伊就感觉讲你袂使好厝给咯，厝给咯，大家都无钱。这我就想到讲，跟以前啊，最喜欢的是叶世文跟赵腾雄的关系。OK， 好，以前的营建署长叶世文，好，伊当初也支持很多东西，支持建商，跟建商非常的好。啊，建商好一钱，伊就修起来又开始给建商好处。我就感觉讲，旅馆呢，那个叶世文愈来愈想哈，这些人刚结人还想那哈，啊，这次长呢，啊，关房地产关干呢，关干房价通通上涨，伊就干嘛讲哦，真好啊呢，不能打房。其实哦，这一波从去年到现在的那个房价起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你知道吗？去年的5月，花市长以你的脸书下攻，没使打房，囤房税是理盲而且不道德的事情，好，对现在开始内政部宣示房价要上涨，哇，所以才开始因为。预售欧北差啦，昂端欧北差啦，厝也开始管啦。其实近景第一任蔡总统4年房价是跌的耶。OK， 那时候做得很好哦，非常好哦。结果呢，到了第5年开始，咱这次长的工没在打房破坏经济，厝给在往上拉的。OK， 就在这半年的期间拉到金马，然后金马当年这些次长还在说，没有问题啊，大家3成很轻松啊，没有事啊。另外呢，台北市呢？台北市不是你的国民吗？新北市不是你的国民吗？台中不是你的国民吗？咱的市长是安尼想的。OK， 咱先来看讲吼，头拄咱一直咧讨论讲吼，这个房屋贷款的这个负担率吼，其实头拄这个委员嘛有讲到吼，咱先来搁算吼观众朋友来看吼，咱看到吼，这个逐个月咱讲爱纳的这个偌济钱啦吼，啊你逐个月趁偌济钱，头拄这个委员是用到一口罩2个这个翁仔某咧趁钱吼，差不多你若是算较好的吼，5万安尼去趁，一个月当趁10万啦吼，所以咱先来讲吼。你若是讲伫台北要买厝，1000万呢，互你贷这个3成啦吼，贷7成吼，啊3成就是你的这个自备款，咱就来算，互观众朋友来看吼，这个1000万吼，你去甲算起来哦，啊你若是贷7成，你是不是会使贷700万？啊伊讲吼，这个贷款这个成数会当少20档吼，少20档，啊你可能还安怎？你的这个利率是这个1.6%啦吼，啊买手你一个月爱还偌济？这个34000块啦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咱来看。这个3万4，若是讲你一口罩赚10万块，哦，这个部分就是34%。但是咱看即阵台北市是36%，这个61%啦吼。啊，其他城市咱讲台中市也好啊，还是讲这个新北市，拢会当看到讲欠管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个部分，这个趋势，咱阁先请这个总经理甲咱说明这个。咱头拄苏伟嘛讲，这个厝价伫咧这个蔡英文总统第1任的时阵是落去的。啊，买手伫520第2任时阵，花厝涨起来时阵，佫爬起来，有这个趋势吗？因为这个当时呢，这2015年的时阵，因为实施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税啦 ，OK， 啊，所以规个市场呢，怎啊出落来，咱当年呢，迄阵的成交的总量吼，一年啦吼，迄移转的量吼，降到剩24万户啦，是，所以是有史以来上低一个所在啦。那这个部分呢，对这个市场是影响真大啦哈。那大家消费者对着未来买厝这件代志，伊唔是讲我唔敢买，伊是讲惊我买了吼，会搁较落。你若讲今仔买，明仔载继续会落，无人敢入场嘛。啊，所以大部分人要讲要买一个，明仔载会落价这个物件啦。啊，所以呢，这当中呢，经过2015年1月初开始实施房地合一税了后，迄当年的时阵剩24万户啦。过一年2016年就变26万户，过来27万8千户。过来29万几户，过来30万户，过来今年2022年结束啊，32万户啦。所以慢慢起来，这当中呢，大家讲，这届是什么人入来买厝呢？是这个首购族甲自住的啦。OK。因为较早呐，这差不多72个月吼，过去要买厝的人吼，该买为租啦，拢不爱买厝啊，去租厝。啊，这租厝的72个月当中啊，租厝的这个价数愈扣愈悬，愈扣愈悬。
啊，利息呢是愈来愈低，愈来愈低，所以这产生一个这个黄金交叉啦。OK， 哈，意思是讲，这间厝我若用租的，还是用买的，我若用买的，可能吼，我即马付的租金，譬如讲付15000块，可比安尼讲，你若这间厝甲买起来吼，其中有差不多12000块是咧替这个厝主咧交本金嘛。OK， 所以这时阵大家在想讲，这间厝我到底是该租还是该买？所以呢。时间久长了，大家讲，这个时阵应该该租为买啊，所以开始买，就慢慢起来，慢慢加起来，慢慢入来。这个当中呢，建商就看到这个机会，因为这届唔是一般较早拢去大坪数的厝咧卖哦，唔是哦。这几年来这2年来拢是升高啥物，拢升高2房的啦，啊无就1房啦，小家庭吼，嘿15坪至26坪安尼的厝啦。唔是小家庭，是较好炒，较好炒，较好炒啦。因为总价较低嘛，买得起的人较济嘛，因为利息低嘛，所以大家就勇敢入场。为什么？第一，就租金嘛哪贵，第二，我想买，万一若佫起起来要安怎？因为你观察了103年到106年哦，房价煞无落啦。咱来看一下哦，这资料呢，2012年第3季啦吼，甲2019年第4季来讲，台中市的房价起偌济？买总价哦，起300几万，本来拢750几万，起到变1100几万。意思讲，哇，台中买厝较早只要700几万拢买着，同款的厝即摆爱1100几万啦。拢压起来。伊的平均就是1700几万啦。啊，第二个就是啥呢？第二个就是新竹市啊，新竹市大概起个270几万嘛。所以你也看吼，6都内底吼，买厝的房价其实负担是无降低啦。啊，价钱拢救起来。啊，所以消费者即摆去买啥？就去买小房，小坪数的厝，所以这小坪数的厝其实我了解啦，大家建商拢足清楚的。我即马起这因为这两房小坪数的厝，目前拢还未交厝哦。OK， 头2年前开始送嘛，这厝拢还未交。即马大家建商讲，无即马紧起，到时啦交厝了一大堆摕出来卖，我即马煞无通起啊，所以我一定要趁伊还未起好进前，赶紧来起，赶紧来卖。即马少年大家嘛冲入去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倒位所在，新竹市甲台中差上悬，差啥？差红单啦，差这个预购单啦，唔是红单了，预购单哦，连红单都还未。红单的进前的预购单哦，个位第1排到第10啦。意思讲，我会使交10月再交区立委啊。一手搁趁过一手啦。一手趁过一手，这个过程一个可能趁5万10万啊，因都趁过啦。敢若一个单尔，签一个名就是趁5万，所以大家去排队啊。我来排1点钟会使趁5万，3万排。所以伫新竹市排到300、100个啦，台中搁较离谱，为什么？因为台中因为这个绿线的这个捷运的这个通车对不对？所以真好炒，炒起来了，讲一个人摕一1000万，讲会使去付300几户啦，扣掉安尼吼。系啊，所以消费者大家抗议啊，我要买人买袂着，结果去你炒的人拢哭去。但是这无法度管啦吼，迄当阵。迄当时这届为什么？管，拢使管。这届12月初7。央行个内政部就开始要来管动作啊，是。所以这个动作落去了后，对这个市场确实是有这个稳定的作用。因为什么？你这建商卖黑白母哦，你黑白母跟黑白炒，我就给你拍哦。是。其实政府嘛有一个态度啦，过去讲吼，这是拍房，不是拍叉房，不是拍房。对。这个部分嘛是真一个新的一个概念伫咧吼。但是咱搁带观众朋友来看吼，其实这头拄这个委员吼有迄张这个图表啦吼。咱嘛看讲吼，这个全国是咱做的另外一张图表。咱讲全国平均是这个36.7粒吼，这个部分是咱头拄算过吼。这个比如讲一口罩2个这个翁仔某吼，拢去趁钱，一个人趁5万，一个人趁5万，拢总10万吼。你一个月可能要负担，咱讲36000块啦吼。你若台北市，你搁较高趁嘛是这个10万吼，但是你的这个厝价比其他城市拢搁较悬，所以你这个房屋吼，你可能买到2000万的这个厝啦吼，1400万你去贷款，21年20年你去还，一个月还6万，有辛苦无？介辛苦啦吼。这个新北市48.63，桃园咱讲31.72啦吼，台南市、高雄市啦吼30.58甲30.15啦，所以咱爱看的其实是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真正重要，就是咱讲委员甲咱outline吼，甲咱拣出来这个所在，啥这个3个城市遐尔重要咧？是因为就是讲一届吼，就是讲这3个城市首度突破3成。其实拄则主持人嘛讲，就是讲你也是3成以上的话，房价略高嘛，这你就要注意嘛。那如果4成到5成，房价偏高，比如讲新北市，那大于
50%，比如说台北市已经到61啦，吼，10万块内底有6万1是房贷，是，好，所以这种情形就是房价已经过高嘛。但是总个来看的话，这届就是讲每一个6都内底每一个都是拢超过3成，好，所以你等于讲拄则其实2位来宾冇讲，自去年甲今年房价一直炒嘛，好，台中去年甲今年加19%，是，好，新竹、台南、高雄。好，拢10%以上，所以中央银行的报告里面说，这叫做北温南热。OK， 就是讲中南部以早吼，炒房的讲哦，跟他双北吼差到不得了嘛吼，因为主要实惠嘛，讲这上侪人住的所在，今摆已经不是安尼，今摆已经蔓延到全台的这个状况。是，好，所以我就是讲，伫咧几啊个月进前吼，我就不断的咨询，可比讲中央銀行總裁來立法院的時候，我跟佢個諮詢講，這信用管制措施總裁，這是不是應該要趕快處理？好，啊，比如講財政部囤房稅問題，國發會是不是要這個房地產的景氣燈號？還是講這個內政部花次長也好，還是部長也好，講這實價登錄邊來處理嘛？所以應該你要有這個對策。其實央行的這個副總裁陳南光，他在這個報紙上面投訴，他說什麼？他說如果你在一開始哈預期要上漲之前，沒有趕快去處理的時候，漲起來已經來不及了，起來就袂付啊，起來就袂付啊。是啊，所以就變成講，今嘛其實台灣哈，我個有一個數據啦哈，給大家參考的，講度假主持人嘛是做精準的提到，你若是離台北買厝的話，你差不多要貸偌濟，其實就是1400萬，差不多，好，要貸1400萬。規個全台灣平均啦，吼，這是央行的資料，吼，769萬，愛貸769萬。啊，你若新北市是849萬，吼，那所以等於講呢，你若桃園市是633萬，所以等於講規個年輕世代攏去有這個房貸，吼，壓得喘不過氣來嘛。那現在平均已經是說過去，吼，可能你的期數比較少嘛，咱過去講20年的房貸，今嘛唔是啊，今嘛全國吼，平均你若是房貸，你要立幾期，立272期，是，吼，你若是這個新北市，吼，你愛立277期，你若是桃園市，你愛立288期，是，係啊。所以哪難哪濟啦，哪濟啊！所以針對這個狀況，我感覺就是講吼，這個花市長這個問題，講咱是咧感覺講吼，已經整個世代壓着喘不過氣來的情況之下，咱那個政府講嘛，吼，這個狀況愛足嚴重，愛緊來處理嘛。是。所以這是一個政策的討論。所以今日就是講主持嘛邀請這個花市長來講，是不是當來遮對談嘛？我感覺這嘛是真好嘅，真可惜，我是感覺真可惜伊無來。OK。所以我早起的時候，我嘛是改講吼，請講OURS啊，吼，還是講崔媽媽這些 NGO，他現在在羅斯福路有辦一個天龍房屋嘛。是。吼啊，所以其實你會當去遐看。吼，看講到底，吼，這無多買厝的人，伊的艱苦是偌艱苦。是啊，講到這個天龍幫屋啊，今仔日恁有去做一個記者會去甲吼，到開幕一個啦吼。對。啊，開幕其實是用到一個較無好的這個心情，因為真個咱講大這個問題無解決啦吼，親像這個江永昌伊講吼，解決少年人大漢這個問題吼，唔再是這個真正吼買袂起，也是講吼真正這疼大家攏愛知影吼，尤其吼這個買袂起。這個房屋也是買不起厝的這個聽吼，這個家抓知啦吼，這是這個區議員你所寫的。對，就是講我希望講透過這個能夠呈現出來講吼，你應該你做決策的人，這最重要誒，你的決策是影響幾百萬人吼，到底有法度買厝，到底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無嘛？吼，所以講你做決策的時候，你是不是愛了解這無法度好買厝的人，伊的艱苦是什麼所在？是，無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啦。吼，可比講我佇家己的莊腳大漢嘛，啊，我即擺佇新竹咧做厝，啊，足濟人攏像咱安尼，可能就是講農村的子弟，吼，啊，即擺離鄉背井來都市食頭路嘛，吼，啊，你來到台北的時陣，哇！你要娶某生囝，問題是你的厝價就是買袂起嘛。你若是要買一間厝佇台北的話，你要貸1400萬，吼，然後愛分270幾期。啊，佇這個過程當中，你袂當破病哦，你袂當失業哦，甚至講你袂當有一寡辛苦病痛，導致說你的生命還是講你的身體有什麼樣的狀況哦。或者的話，你的房貸要安怎，你的某囝要安怎。是，所以。無人是安尼，像我以前佇德國吼，嘛住真久啦吼，6、7年的時間，德國的少年家唔是像咱安尼，吼，就是講被房貸整個世代壓着喘不過氣來的這個狀況啦，所以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政策讨论的问题，爱做正视这个问题。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政策这个问题吼，唔当安尼官商桥用这个家抓安尼吼，讲来讲去啦吼，啊其实是爱公共来去对话啦吼，啊咱嘛搁一届吼邀请到讲这个花处长吼买手啊，拜有机会吼会当来节目吼，甲咱讲律师来辩论吼，甲委员来辩论吼，其实咱嘛讲到吼。咱讲比咱家己国内这个城市吼，6成外台北市，啊讲这个新北市41%外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咱啊甲其他国家来去比较，咱真正负担有够大个大。头拄啊委员讲到啥？讲到讲少年人，你若是要买厝，25岁开始买，啊你要立20年无打紧，有的人即阵搁爱立到30年上长的，这个银行吼，你这个宽限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真正甲各国来去比起来，台湾即阵咱看36.76吼，就是讲。你赚10万块，啊，你一个月爱落这个3万6到3万6左右啦吼。你若伫这个荷兰吼 ，The Netherlands 吼，17吼，差不多17000吼，你若是10万块，6万7块就好啊。英国10万块，这个翁仔某拢咧赚吼，6万8。啊，咱讲纽西兰吼，17啦吼，22、10、17、16。甲23、21、甲9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无共款的这个国家，啊，其实咱嘛要比的话吼，其实要比较城市较精准吼。但是咱国际安尼旅游界来看，台湾也是真介恐怖。咱继续过来请教 Sway 啦吼，全球的这个方式咱来看吼，台湾真正是袂堪以后人国去喘气一个啊。其实哦，这个数字还要乘上3倍。三倍。相当于按你讲，因为台湾差不多平均公设比是30啊。哦。所以别国。都无公设比是啊，咱有公设比啊，咱有公设比出给这管，所以咱的还原一下，应该是再多3成，给3成个丢。OK， 所以咱的房价更高。其实我很担忧下一代年轻人，今年上出名一句话，叫做阿姨，我无想要骨力啊。好，像那少年讲阿姨，我无想要骨力了，因为我也是跟嫁到阿姨家教，因为阿姨有钱嘛，所以阿姨我无想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少年。买不起厝，买不起厝，嘿，差不多进户感觉怎样？薪资低于3万块的，好，差不多3成嘛，是，哎，3成啦，是买不起厝的。薪资薪水哦，低于5万块啊，差不多是7成嘛，是，这7成依然结婚才会使买厝。所以咱头拄讲的，这个基础是讲10万块薪水，咱讲一个翁仔某吼，一个翁爱赚5万，某嘛爱赚5万，但是咱讲即阵这个少年的可能起薪都无到3万，无到3万，哎呀，不过政府唔想要看呢。OK， 我感觉讲咱这边政府哦，足奇怪，政府有3款人，一款人是讲，哎呀，买不起厝对不？啊，20年无法度付对不？我咱40年好不？所以银行这阵咱看到贷款的这个年数上愈来愈长安尼。系啊，你讲一个月3万几块，那40年不是1万几块都有啊？1万几贷拢有嘛，拢买起厝嘛。就是你讲20岁开始买到60岁，你就立了安尼。系啊，啊你那个40岁，你要买到80岁嘛，你就立贷款贷到80岁嘛，那个你要死嘛。所以咱几乎那会使你想讲，啊那无厝啊，就40年，啊40年就无够了80年嘛，啊别个国家啊搁100年呢。有这款进户无？所以这叫何不食肉糜嘛。你若讲巴肚枵，无米通食去食肉嘛。咱进户就啥？第2款人，这嘛其实都是大官，都唔是细官。啊，台北市买袂起哦，少年人买台北市啦，去买较远的啦。都搞你的人民赶到别个所在去。你讲啊，头远较俗啦，啊，伊讲淡水较俗啦，赶到迄边去啊。可你想讲，那种可能都市都是。有钱人在住，然后穷鬼无钱的善家人住个足远的，然后大家就是通车2小时，啊，你叫做让你进户那你在做这款代志，没在做这款代志嘛 ？OK。那我们讲进户，第2种人就是这款，第3种人呢，就是纯高嘉瑜啦，这种邱显智啊这款人，惊死讲啊高房价，我们为年轻人努力这样子，结果这2个人都被修理 ，OK， 对不对？高嘉瑜变成是炒房，邱显智说是嘎抓了，那你几乎那这3种人在掌握的，你不觉得很悲哀吗？那当然啦，我想嘛在进户很多人都是手上有很多房地产的 ，OK， 很多立委啊、高官啊，蛮多东西做的房地产不是插榜的嘛，对吧？伊若厝遮济，伊就无想讲厝价落，所以伊就希望讲大家厝价悬。不过你要想一款代志哦，像那台湾呐，即嘛村台积电呀。以前台湾足强对不？好，大家去台积电工作，工课就干嘛啊？伤忝嘛，啊，插房后啊，所以我去新竹采访的时阵呢，想到新竹房价涨这么高，然后厝都无人住，这个村内底拢是空的吼，哪个都很空的。你讲啊什么刚性需求啦，什么自住客要买啦，拢好小，也拢是插房的。好，你看什么2房很多自住客都是骗人，全都炒房。我问过一个大学教授，新竹的大学教授，伊就讲。
啊，插板较好谈啊，你我薪水较好谈，我教册要创啥？伊未来等来，伊为美国等来呢。他也是读个博士等来呢，等来创插板啊，储备没有像有他的学生住啊，就赚那个学生钱就好了。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台积电的工程师，我也访问过了。我说啊，台积电工程师很辛苦，对他说不辛苦啊。我边啊几百处，我有做这间诶，伊拢买起来了，伊拢买起来。OK， 伊讲台积电伤辛苦，所以伊就白做台积电啦，伊插板就好啊。所以新竹的人哦，一开始大学毕业了，研究所回来了，先去台积电辛苦一下，对不对？落去插板，然后就白走啊。有一笔钱了，就先去买厝了。所以台湾的半导体相当都给外国拿去了，或者给中国拿去，或者给美国拿去了。因为台湾的房价太好赚了 ，OK， 太好谈了，所以以前的中国科技都是台湾人过去做的嘛。那为什么台湾人过去了？因为台湾房价太好赚啊，然后他就不要做台湾的半导体啦，他就只要炒房啊，然后把那个东西啊偷一偷啊，偷到中国就好啦，他就赚更多钱啊。所以台湾的科技渐渐往下降的原因就在这里。不然哪来什么高通、什么 Apple， 哪有以前那些人的资格啊？因为我们都去炒房，咱的工程师都去插板去啊。OK， 所以讲到这个房地产吼，其实有一寡改革爱来产生吼，但是咱嘛讲吼，真正伫咧过去这个去年，咱讲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嘛是讲真济委员是讲吼，真济咱讲对大的这个改革联盟吼，这个部分来去发起吼，对不动产这个咱讲经营，这有啥物影响无？即届即个实价登录2.0这件代志吼，其实吼伊登记出来即个所谓实际的即个门牌出来，其实是真好啦，因为对市场是无影响啦。为什么？因为本来咱即摆要买厝，咱就要了解讲附近到底卖啥物价钱啊。OK。我若要买厝，我就上惊买唔着，佮兼买贵嘛。所以你互我知影讲，我隔壁迄间吼是卖偌济钱。是。为什么？因为台湾真无共款的。15号甲隔壁17号，17号是公寓啊。15号是大楼啊。哦。你个大楼的成交价，互我看者，因为拢10几号嘛。阮遮一平卖80几万呢，所以我公寓嘛要卖80几万。你也唔知到底是公寓还是大楼啦。所以你若甲伊的门牌拢甲放出来，拢互清楚，大家知15号对吧？即摆这 Google 这地图嘛最好看，对不对？一看这公寓这遮旧牛臭，所以你这吼应该卖40万正常的。隔壁这哇，全新的啦，新起的，一平卖几百万。就无共款了嘛，是，所以我感觉实价登录这个2.0吼，这条才是真好。但是对业者来讲，业者咱莫讲建商啦吼，因为吼建商其实也介无辜啦，因为为啥？因为建商是找一块地买厝嘛，去买地来起啦。伊其实是算好讲，我这会使趁偌济钱，卖偌济钱，趁偌济钱就好啊。但是呢，对代销业者来讲就无共款啦。代销业者即嘛是安那？哇！我接这个 case 3个月还甲卖掉，我若3个月卖掉，卖到某一个价钱，比如讲平均50万以上。我会使有6%的 commission， 若卖到51万，我会使有6%半的 commission。即摆若卖6个月吼，剩5%。借问诶，你即摆来代销，你是要3个月甲卖掉，还是要6个月甲卖掉？你一定冲3个月吧？是。即摆你就开始想讲，安怎3个月才甲卖掉？就插棒的遐动作都拢来啊。OK。你若无2.0，为什么较早来讲代销的厝呢？是结案了3个月才去报啦？什么结案了，我即件案件为主接卖甲卖大吼，卖3档，结案3档过了后3个月再来，我3年前买时你甲我讲，我要 A 栋12楼卖掉啦，我一平卖60万呢，好啊，阮即间吼，即马 B 栋这吼，我卖你59万，你感觉真俗？等3年后你来登记，你 A 栋咧升到52万尔呢？我买 B 栋，我楼骹拢升到56万、55万呢，结果你卖我58万。无要紧，人走厝条鸡仔死啊无半只，因为代销走了，你找无人嘛。找无人啦。所以这个代志吼，你应该是讲，你即摆若有签约，30天以内就要登录出来。OK。你就无法度操作啊嘛，对，你就现起来互看嘛。是。无你现场讲，恭喜 A 栋13楼，出售成交，我要买无去，紧，隔壁这栋紧的。但是拢变这个心理啦吼。对啊，事实都唔是事实啦。OK。但是消费者会向欺骗啦。OK。所以这个实店，红单的部分，嘿，登录2.0这真重要。红单的部分更较重要。你红单你若无去甲撬，无去甲管理啊，杀咧黑白呀。有啊，一手转过一手啦吼。一手过一手啊，因为免 cash 税啊。卖红单免扣税啊！有啊，咱讲去真正去买厝，搁爱扣税啦吼。所以红单真正摕迄张单，你就会使去转单吼，去趁一寡即个咱讲价销的即个利润伫咧啦吼。所以咱讲哦，真正伫咧去年吼，真正
真无简单啦吼，但是也阁有真侪大的争议的物件还未解决。这个其实这个时代力量嘛吼，做一寡这个图表啦吼。这个实价登录加2.0有啊，囤房税也无，啊，阁有这个主体法吼，会当负担计算的这个基准吼，咱等下再好好来讲啦吼。啊，继续要先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今日委员去参加这个天龙帮屋啦吼，因所带来讲看到什么款的台湾大的这个问题啦吼，拢甲伊讲出来，先做来看。天龙房屋买不起屋。天龙帮屋的扛棒大大机，高大有广告，真足甲看。所有开2000外万买到会流水的厝，阁有租半平的房间，一个月厝税爱2500。招运团体甲台科大李君在教授打造实体店面，结合技术展览，用口述方式反映民众真实的状况。我们这广告是在我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去收集的故事，接下来开店之后，我们会透过这人流，就是每天有人进来之后，我们都会请他做一个线上的问卷。到时候我们以户外看板这个图当做基底，届时在这一整个月会陆续收集各式各样的租屋买屋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新生，然后会在墙面去做展品的更换。招运团体表示，这摆特别紧伫台北的罗斯福路，用民众募资，甲这间一个月爱5万，但嘛差不多才5平的店面，税一个月，伫这办活动，收集民众的心声，嘛希望会当带头改变税厝的乌市。先把我们大量的空余屋，透过囤房税制的改革，让很多空余屋就拿出来出租，同时配套就做租屋市场的制度改革，让所有的租屋行为都要纳管。关心巨大基地的立委，嘛用行动支持。招运团体希望透过收集各方的意见，探讨囤房、税厝、乌市等等的基地，未来伫立法院继续推测修法。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现在这是介趣味吼，天龙帮屋，互你开8000块，住这个2人区，但是住这个吼面床顶的这个顶铺啦吼。咱继续去请教委员吼，其实你今日参加着这个记者会，是有影趣味，但是是无奈啦吼。对，这种无奈啦，还有这个是嘛真心酸吼。其实拄则主持人嘛有讲，各国的房贷负担率的比较，吼，你看嘛，咱台湾是讲36%嘛，吼，10万块来讲，你会纳3万6的这个房贷，吼。啊，你看瑞士敢若10%呢，瑞士吼是一个这个所得非常高，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说各项的费用也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呢，你看。伊比咱加趁较侪钱了，伊10万块，伊只要1万，吼。那你看，像讲这个荷兰，吼17%啦，吼，啊日本甚至日本嘛21年，所以花市长讲，哦，啊这个台南、高雄甲桃园超过这个3成，吼，看起来敢若讲还好，吼，不很严重。其实不是安尼啊，你啊世界各国比起来的话，是真严重呢，吼。所以就这部分的话，当然这要足。去正视这个问题嘛，啊，今仔天龙房屋这嘛是共款，就是讲收集了各项的这种租屋买厝，哦，的心声，的艰苦的所在了，所以就希望讲这政策决定者，吼，也当来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今仔日伫遐的时阵，大家嘛邀请讲，花市长你是不是会当来遮看一下？哦，处长应该到位啦吼。是啊，那可比讲，吼，拄仔主持人讲的。8000块，咱是讲8000块，伫台北市，会当租一个房间，真好啊，吼，这样非常棒啊。结果唔是啊，伊是租一个床位啊，一个上铺，是就这样而已。困一个眠床安尼，可以困安尼尔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这实在是吼，说实在的，不要变成是说贫无立锥之地啦。好，变成讲呢，已经。散车拢已经带袂起的这个状况嘛，吼，那你也讲，咱去正视这个问题的话，咱想讲，这个要安怎解决？吼，可比讲，阮伫迄个时代中2.0通过的时阵，吼，那么讲未来还要做的还很多嘛，可比讲囤房税，吼，囤房税的讲，你起码持有的这个成本真的很低，吼，所以讲不管是所也好，还是叶总经理也好，讲，新竹为什么足侪拢空厝？因为拢总是足侪人去囤房嘛。啊，你1间、2间、3间、4间安尼直直买，吼啊，甚至说有的上百间的，啊，你买了的时候，你甲囤底下的话，当然会导致说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只要想想看，说咱今麦疫情期间，刑法251条，你若是囤口罩，都要判刑哦。
囤口罩导致这个物价、这个民生物用品去上涨，好，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囤房这个状况导致房价的上涨，现在只不过是要求说，你卖安尼啦，你嘛讲吼，你若要差，你去差别款的这个商品，是住宅，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呢，这是大家拢爱大家安身立命，爱搁离台湾吼，娶某生囝，你是不是讲，你迄个囤房税，给你持有成本比较高一点，是，你把这房子释放出去，那你释放出去之后呢，可比讲以德国为例啦，伊的工业就发展的，是安那？因为炒房就歹炒啊，税率很高，是，甚至你如果因为炒房而取得了不相称的对价，暴力行为的话要判刑，然后对租屋者非常大的保障，那租屋市场也是非常透明的，那你要涨房租其实是嘛是真相对来讲真困难，所以规个投资拢投资去工业嘛，所以你会看到讲最近有一本册叫《隐形冠军》，德国足侪一款拢无上市的，那默默无闻的公司，结果拢是第一名，伊赚出一个钱，那劳动的环境嘛真好。OK， 所以就这部分呢，所以实在是无应该讲，咱这所有的这资金拢总为这个房地产加累，是，然后让这个囤房导致这个房价上涨之后，年轻人买不起房嘛。有影吼，这个委员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吼，这囤房税这个部分其实爱早来通过其实过去伫咧委员伫咧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咱看到讲这财政部也好，然后讲可能爱个2至3年还是讲这内政部嘛讲有困难其实所以进前嘛讲到咱讲这个台积电即阵也搁较好差，你现在拢甲钱投入这个房地产其实咱嘛讲到拍这个囤房的这个部分，你其实嘛有一寡这个见解先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其实你看刚刚邱显志老公德国发展得很好，是。那我的想讲台湾是安那，台湾很多台湾之光的工厂你都会你产内底啦，像你的产内底，因为工业区土地伤贵啊，差甲伤贵，政府无你管嘛。政府就讲，紧插房，紧插买，大家都叹奇笑，呵呵安尼。所以工业区土地很高。那你讲那些台湾之光面说，就农田呐，农田不小心就排放出去啊，结果后来大概的农田都已经污染了嘛。所以台南不是很多污染的农田吗？对啊，无你管嘛，你要管无？你若无你管嘛，对不？是。好，你想讲囤房税，咱美国，美国的一间厝的持有的税率是1%到2%左右，美国。台湾呢，1/1000所以大家都插榜嘛，是那1/1000尔嘛，那数大尔嘛，画叫你看台北市嘛冲啊，新北市嘛总的画从囤房税都变得非常的低啦，这1.5啦，什么自用住宅，什么西南固岛都也在自用住宅，办公区买些自用啊，什么工业住宅都也在自用啊，什么挑高加在欧比 K 都瓦 K 都自用的货。进户了为酸票嘛，所以上面都自用的持有税非常低，所以大家都开启囤房，所以让1/1000呢，那我搞不搞啊？所以政府敢不敢打？不敢打，因为让花市长的工，囤房税是礼盲，那句话怎么讲？囤房税是礼盲，反正就不能做就对了。这意思说，你时代力量欧北化了，好，你老公囤房税怕解台湾的经济会整个垮掉了。可是我得敢讲哦，囤房税你看。我随便抓个什么新庄副都心有1半是空厝啦，你人你的厝空一下，厝给个遮管，你嘛无要税，你说人民住哪里？是，没有的地方住呢，然后就排社会住宅嘛，所以我就说我提出一个囤房税是说至少10%以上的费率，是10%以上的费率。几间爱扣？三间就会使扣啦，3间就会使扣啦。对啊，因为想到3间来扣，你知无？因为一般现在的做法是安尼，若讲我要插房对不？我若去买10间厝对不？我就2间，阮某就2间，阮囝就2间，阮查某囝嘛2间，阮爸嘛2间，就10间嘛。都10间啊。所以一进行时代力量讲，现在炒房很严重，囤房很严重。不过花庆人说无啊，你一人1间尔。不过因就讲，咱就5间啊，你就10间对不？阮一厝就10间呢。这也是炒房囤房的，第二，按照进户看一下，一人2间还好啊，所以规个家族内底拢做人头基本上现在没有归户嘛，所以想那讲进户无你关系，因为进户希望厝价更较悬，因为大家都在赚较侪钱，因为想讲因为现在房子持有率是80%，所以每个人都有房子，所以如果我怕了房价，你都不会投给我了。或者执政党的没有钱了，或者是说我就继续维持房价，建商的话花政治现金啊，
但是这个民众嘛真奇怪吼，但是咱一开始咧讲的，大家拢惊去买到迄个落价啦吼，所以这个房价永远都袂落价啦吼。继续咱个先告总经理。房价是无一定无落价啦吼，咱经过讲这20-30年来看，咱看譬如讲民国76年起到79年啊，过来是毋是落价？落到当时，但是买手将基买伊也是搁起来啦吼。对，还是经过10几年了，来到民国92年，这SARS过了后才开始起嘛，啊起到103年了，市场搁停落来嘛，再搁起来。啊，拄啊，咱咧讲这税金的问题吼，囤房税其实就是持有税啦，持有咱厝吼不动产有3个税嘛，一个是交易税，咱会交什么土地增值税啦，啊个契税，迄个交易税。第二点，咱持有税要交啥？房屋税、地价税啦，吼，这个税叫做持有税啦。第三，较早上严重的无去争取的，就是即卖这房地交易合一税啦。OK， 就是讲所得税嘛，你得卖厝无趁钱，那政府拢无抽税。我较早咧卖厝吼，啊年后伊那趁500万，那还无交半个税。逃漏税啊？没有逃，没有逃，较早拢无这拢无扣税啦。拢无扣，所以没有逃。无扣税，无扣就是无逃。我咧一下趁500万，啊那会拢免扣税，我感觉这真大的漏洞啦。啊，所以即卖有房地合一税对毋对？啊，你买偌济啊，升高偌济啊，差价偌济，扣掉你的成本了，你要交税，我感觉这真好。因为这105年的时阵，就是这个拍落来，不，215年的时阵就是这拍落来。但是政府吼，我也讲啦吼，因为这个拄啊，咱这个实话咧讲，因为真好讲嘛，对吧？一口罩5个人讲1户2户，你看送来安尼做，那么老母订咧，老爸订咧，那有可能有囡仔啊？所以其实啊，我感觉政府真难为啦。为啥？伊也无希望房价吼起，但是伊也毋敢大力吼落去处理。我估一个啦，伊敢讲吼，你即马建商要起厝来申请，我来评估你遮人有增加无？你人口若无增加，你是后尾我放这个建设吼，你就起袂起来啊。哎呀，先排油就好啊啦，合约书吼，好好审查就会使啊啦。拢唔敢。无，伊会使安尼计划啊，无问题啊，伊会使安尼做啊。但是吼，你即摆申请吼，你这栋厝要卖开50万卖，你袂使吼卖一个月了讲，100户卖去30户卖伤紧啊，后尾改开55万。啊，你嘛搁伫后尾搁卖20户，歹势搁改58万。你会使国外真侪所在就是甲介绍讲，你即马这个案件出来偌济钱，你着固定这个介绍销售。所以我着袂讲我较万人买，我会买较贵啊。啊，着袂差啊。所以政府有些真侪所在会使出力来做的啦。一寡机制爱有。对。啊，但是即届呢，因为这个各国呢印这个印钱啊，印钞票哈，是讲 QE 啊，这件代志。QE 这件代志吼，各国拢印啊。啊，印这个钱吼，即摆差不多4兆美金吼，伫外口咧留啊，所以咱台票即摆就是贬值嘛，咱台币升值啊，好，而这个过程当中钱留了，咱的这个所谓不动产就是稀有财，它就增值。啊，这个不是干那台湾的，咱看吼，这个先进的国家吼，不管像德国、澳洲啦，啊，你要看，大家拢去，美国也拢去啦，拢6%、7%啦。是。啊，新兴国家吼，干那咱台湾啦。咱台湾吼，即摆起6%几，所以起较悬嘛。啊，但是全世界几乎啦拢起啦，所以这个物件其实毋是政府吼，伊想讲要甲房价落落来，因为钱太侪印出来嘛。印出来了，伊就去放伫房地产嘛。我身躯边有人讲钱放伫美金嘛，叫伊代表放伫美金嘛，无张无甜讲1亿无去啊。是啊，代票一直起嘛。因为台商嘛，伊无可能放伫代票，都无去啊。一差都无去，伊讲安尼我钱放美金，我即马要安那？我是毋是？像讲你无爱国，要一间台币咯。无，伊放伫台湾哦。伊是美金厂，伊是商人嘛，伊是做买卖做生意啊，换台币啊，哪有可能啦？伊咧汇差1万。你问华硕，你问台积电，你啥看可能换台币，拢嘛放美金，但是即届起啦，因是足严重的。是啦，伊若是卖换也无损失啦吼，即阵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伊这个美金靠啊，等互伊个起去咧啦吼，才有可能卖了本吼。但是咱个看待吼，真正台湾这个大这个措施也好，啊政策也好，真正爱对着时代啦吼，啊有人咧争取，咱就爱回应这个争取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今仔日咱所讨论的就是讲吼。真正纳厝贷吼，真正是负担，真正担袂起。咱头拄仔一直咧讲的，一口罩你要一个趁5万，一个趁5万，嘛无遐尔好找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讲天良，咱讲房屋吼，今仔日这个发言人吼，伊嘛有讲着讲吼，过去台湾拢讲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政策无主体的这个政策啦吼。所以过去咱讲房地产吼，要互伊兴，但是即阵咱的这个社会主体还是主体嘛爱兴，嘛爱对着时代咧行吼。另外，咱嘛讲吼，这个总监督吼，伊讲啥？
买厝的负担吼是轻较悬，是受到这个房价惊紧惊悬的这个因素伫个特别是讲台北市啦其实小可起一个就互这个买厝的人挡袂掉其实唔单敢台北市尔即马全台湾拢是互吵起来即大家拢有注意到即款的这个问题。另外这个另外一位咱讲这个房屋行销客户伊讲天龙局。这个房价较悬除非有这个好嘢爸爸甲妈妈也是讲你做讲有小好运，还是着这个 lottery 啦无你若是要伫台北市买厝，真正介困难啦继续咱个请教这个思维啦其实咱讲到这个唔单敢若台北市啦头拄咱一直讲到这个新竹，咱讲新竹市也好，竹北市也好。真正是惊人，村的厝阁真济。头拄咱讲的这个总经理嘛讲到，建商伫遮也是讲买厝伫遮，代销伫遮，拢有一寡这个咱华语讲话术啦用一寡话来甲你骗啦爱注意啥物无？其实即摆买厝就是莫听莫看，家己爱想，因为每一个业务拢会甲你讲明仔载厝价就会起啊。是啊。第一句话，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政府袂甲你拍房啦，你花之前你跌都没拍房啦。果然如此嘛，真的无你拍吧？第三，你金没有？当咪我帮你转介，我给你介绍。好，我听讲什么三姑也要买房子这样子，你今晚新买，我就给你趁一平2万块啊，我就安尼给你趁钱。所以今晚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建商，伊就讲差不多一个案件9成是投资的，1成是自住的。OK， 那你南部台南全部都是投资的啦。全部台南然后迄所在是因台南就无要大的所在是那个烂泥巴地呀，是讲戴奥新土地啊，是讲那是有一个炉渣地呀。先起才讲唔是先买才讲。是。想要买，就听讲会起价啊。换钱政府嘛无咧管嘛，这市长又支持炒房，因为因台南旗下呢你们之前那个房屋持有税特别降低。是。全台湾只有台南税的持有税降低。OK。政府支持炒房，所以所有台南人都跑去炒房，尽量买安尼，尽量买安尼。然后听说啦，这是听说啦，没有办法查证的，就讲甲地价讲，你卖下你卖下我们这一插榜你卖下跟我们销售率很好然后我有几个记者朋友招去台南采访，你们卖的好不好啊？我们不好，其实他没有房子卖了，一都没出啊，没聊掉。是你不要来看，各位卖来呢。因为计价来相关台南房地产大涨，要求进户的话，就该讲所以他们讲台南怎么样做？我一个台南朋友，一个台北税主，你讲我回不去啊，买不起啊，动没动起，因为台南的房价已经拉高了。其实以前那个房屋所得比台北市差不多14%的，如果你14年不吃不喝卖家米，还有些买一间烂厝安尼，台南差不多9%、8%左右而已，比较幸福一点。结果现在台南全部都要炒房，全部都要炒起来。赶快嘛，现在这个都没插榜。你刚刚讲插榜了好啊，就免努力啊，对吧？我们台南厝价那低啊，你台北市1坪200万，我们台南要想到袂使200万，大概让你想啊。所以台南我觉得立委了，现在你讲，我们来讲像，有讲立委执政党立委一讲我们这很努力啊，政府已经推4万户社会住宅，你想怎样？你知道什么叫施舍吗？施舍的台语怎么讲？给你分呐，给你分呐。结果政府就给你分讲，我有互你小的主体啊，无你是要安那？我做努力做啊，我互你一点啊，无你是要安那？是，所以所以讲到重点嘛咱来个看讲这个真正唔能讲厝价悬咱讲其他拢物件拢爱做回来管就是讲咱当都讲过，红单拢嘛爱来处理设计登录咱头都讲过啊。另外就是讲所得基本税甲这个房子这个倒漏税这个部分拢爱去来处理。另外，咱讲这个资金流入这个房市，也是讲要求银行面对着讲这个非自用主体，也是讲建商这个部分，拢爱严格来去管控啦另外，咱讲真正唔当用这个本的这个心态讲这个社会主体这个部分头拄所以讲啊真清楚啊。另外，咱嘛讲迄当阵咱看到12月初7咱讲旧年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这个迄当阵。咱讲迄当阵做拍插房，毋是拍房希望讲这个原子弹可能惊甲房地产拍，但是咱嘛看到讲，这其实有人讲这连庆字都无够咧另外，咱讲到立法院3套这个部分，咱都讲到门牌号码爱去
去做一寡完整的这个摄漏。另外，咱讲吼，过去这个已经摄漏的这个部分吼，咱讲这嘛是过去时代力量长期来去做一寡这个主张的吼。上尾就是讲吼，囤房税，咱嘛讲当时才会当完全来去做进行吼。但是这囤房税一个实行落去，这个可能对于这个房地产的市场，佮有啥物影响？咱继续上尾来请教总经理啦吼。上尾有啥物影响？房地这个囤房税拿出去？囤房税出去啊，其实这足严重的啊。哦，你会惊哦？真严重，因为吼，这看厝啦，因为我比如较早我卖真济豪宅嘛，是。啊，就是我钱毋是偷来的呢，啊，我嘛无可能人生头一户就买豪宅嘛。是。伊嘛是为公务开始买啊，买一个电梯啊，到尾啊囡仔大汉对毋对？哦，今日无有效对毋对？拢先登记伫家己名下骹嘛对，啊去买一个豪宅，歹势安尼拄到第三间。哦。伫台北市吼，1.2%、2.4%、3.6%，啊个超过8000万，这间厝一年要交超过100万的房屋税。是。伊讲爱20年要交2000万。过来我买去一间安尼吼。啊，但是这个无严重。隔壁迄栋万年1年尔，起起来了。伊一年要交200万的房屋税，因为造价吼起2.6倍嘛。哦，所以这个囤房税呢落去了不得了哦。我跟你讲，会打趴所有人，买厝。所以不是说不能做啊，不是讲袂使做啊，但是不要那用。啊，这点话上大声是建商啦。你建商厝也无买厝，30间拢囤伫啊，啊你交税袂交死。所以建商个影响。